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透过举办万圣节来宣导着交通安全，诱进民众甲警察的距离，嘛，互小朋友自细汉就开始来培养着正确的交通观念。 囡仔穿各种造型的衫，因为一年一摆万圣节要到啊！这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举办的万圣节结合交通宣导活动，家长和囡仔拢发挥创意，其中阁有家长结合宗教文化，甲囡仔扮作七爷八爷。除了万圣节特殊的装扮，警察局嘛，互囡仔穿警察衫，体验警察平常时做工课的辛苦。 即个囡仔办这活动哦，实在对囡仔哦一种兴趣，甲种趣味，感觉大家足新鲜。囡仔甲大人哦，会当亲子活动哦，大家拉近距离哦，咱大家真好。 透过办理互动体验的交通教育，甲囡仔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除了诱近民众和警察的距离，嘛期待小朋友会使了解正确的道路交通安全观念，而且甲观念和厝内人分享。结合辖区的幼稚园，举办一个欢乐派对变装的一个活动之外啊，当然主要实际上是宣导我们现在交通安全跟警政治安安全的一个尝试宣导。 对囡仔的笑容，就会使看出这个活动真趣味。嘛要提醒大家，平常时加一分注意，就会使减少几分危险。